好啦，繼續來看調查局北基站去年的12月破一件真大件的毒品走私案。專案小組佇添發財38號的時陣，超出到海洛因磚281公斤。啊，即擺傳出講走私案的背後，原來是新竹黃背山幫派的主嫌，為着要賠償人10億，才會行險路來走私。添發財，偏轉，要開錢啊！海巡人員大聲喊講愛停船受檢，對方拒絕配合，佫想要走，只好用線子啊示警。來，收證收證。邊個啊？邊個啊？調查局北基站掠到添發財38號時陣運毒品，佇小琉球海附近載281公斤的海洛因，353公斤的溪灘面，這個毒品的總價值超過40億，即馬講背後有幫派利益的爭端。然後我們這次搜索的就是添發財。負責運毒品的姓柯的船長被掠到時，雞喙變鴨喙，伊為了要行2000萬的債務，答應替這個姓陳主嫌走私。這個姓陳主嫌是新竹黃背山的成員，甲德聯邦合作賣毒品。2025年，伊走私1600公斤的溪下面，失手予警方掠到。德聯邦懷疑是予伊烏食烏，將人掠去拍，逼伊簽10億的賠償合約。姓陳主嫌為了要行這個債務，去年5月分罪緬甸。台灣這姓劉的毒梟買500公斤海洛因，是要運來台灣，予中國公安抓落來到12月。伊實在無法度啊，佫找漁船走私，予檢調收網破案，連續3擺走私攏互掠到。他當然會認為說是你賣給我東西，你要去就跟那個前方前去，害我們被查獲嘛。有的是可以他們要去賺獎金的嘛。前幾擺走私失敗，檢調早就散布，專案小組掠準時機破最近幾年來上大宗的海洛因走私案。像小趟的那種金額不大的，其實很多關單位他會讓你過，他在兩線，但他就在等你有一次大筆的時候、大量的時候，他就衝你大量。載運毒品姓柯的船長甲船員攏互起訴，不過這個姓陳主嫌甲姓劉的毒梟，在海外逃亡被通緝。幫派走私毒品所發生烏食烏的糾紛，檢調上準時機打擊犯罪。